航拍風近年越吹越熱啊！大嘅、細嘅、貴嘅、平嘅各有 fans。近日就有一部新機推出啦，身形只有手機咁大，4隻掌仲可以摺埋，加上相當輕巧啊，放入褲袋都冇問題。但係細機嘅通病就係抗風力弱、穩定性欠佳，唔知道呢部新機嘅表現又點呢？嗱，呢架機咧，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好容易操控，易到點咧就可以喺手上面起飛同埋降落嘅。咁而家即刻試下先。嗱，咁就起飛咗啦。降落亦都只係需要撳一個掣，然後將手放喺機下邊就會自動降落，簡單得嚟都幾穩定喎。成功。除咗起飛同埋降落，一般操作亦都好簡單啊，同其他航拍機好似嘅啫。而新機嘅靈活性亦都令人滿意，轉圈打8字都冇難度。值得一提嘅係新機雖然輕巧啊，但係抗風力都幾強㗎。試機當日其實正值1號風球啊，更加喺海邊試機，但係飛得依然穩定喎，值得一讚。拍攝方面，新機喺數字上亦都唔弱啊。咁實拍嘅效果又點呢？簡單嘅飛行拍攝效果都尚算穩定。要留意嘅係，雖然新機強調有3軸電子防震，拍片時候雖然尚算平穩流暢，但喺電子防震之下，影片就會明顯出現水波紋。影硬照就有定時自拍同埋連拍等等嘅功能。整體嚟講，影硬照嘅效果比拍片更加好啊！嗱，佢有一個自拍短片功能嘅，咁我只要撳住個掣咧，佢就會自動一路拉歪咁影啦，然後放手咧就會翻嚟嘅，好易操作。咁試下先。其中一個 function 咧就係可以做一個 target tracking， 譬如我而家跨住自己啦，咁佢就會追蹤住我噶啦。咁試下得唔得先？真係得喎喂！佢而家一路喺個鏡頭度都追住我嘅。不過追蹤功能就難以應付高速嘅移動物件啦。試機嘅時候，記者就試下快跑啦，追蹤已經失效啦。加上飛機要喺一定嘅高度同埋有 GPS 信號之下先可以開啟追蹤功能㗎，所以拍攝實效唔算太大，但用作自動飛行操作就幾方便。據知隨住將來嘅軟件升級，新機更加會支援手勢操作同埋人面識別等等嘅功能。另外，新機嘅電池可以續航9分鐘啊，加上可以用尿袋充電，20分鐘就充得滿㗎啦，可以話係相當方便啦。